2026年7月10日，九方字投控股旗下方德證券有限公司宣布，其全新旗艦投資體驗空間正式開幕，成為全港最大券商旗艦空間。全新投入使用的投資體驗空間跨越4層，總面積約19000平方尺，標誌着方德證券正進一步推進在線加線下融合的服務佈局，持續完善香港投資者的服務體驗。開幕儀式於今早舉行，有剪彩儀式揭開序幕，其後由方德金控及方德證券首席執行官何增偉致辭。現場亦安排方德 SHI 股票機首次正式亮相及即場演示。方德 SHI 股票機是一款由 AI 驅動的一站式全球智能投資決策終端，將實時市場數據、機構級投資組合分析及交易功能整合於一體。其 AI 字頭系統涵蓋智能市場監測、持倉診斷及分析功能，為投資者決策提供輔助參考。交易層面支持港美股、期權、期貨及基金等多元資產交易，並在符合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相關規定的前提下，納入虛擬資產交易選項。何增偉表示，這個全新投資體驗空間與方德 AI 股票機的推出，是方德邁向 AI 時代新一代券商的重要一步。我們始終堅持 AI 加投顧的核心理念，不僅着眼於提供交易通道，更希望透過智能工具結合專業服務，重塑投資者與市場互動的方式。從 AI 選股、日常交易決策到私人財富管理及全球資產配置，我們希望每一位走進方德的客戶都能獲得一套更貼合自身需要的完整服務。關注公眾號，微信群2維碼看參與互動，獲取最新熱點情報。